靜默主前，請你哋合上你哋嘅眼睛，留意下你哋嘅身體。雖然每一部分都可以單獨談論，但係佢哋卻唔可以單獨活着。當你逐漸認知同埋發現你身體上呢啲嘅部分係幾咁微妙咁配合成為一體嘅時候，你就會感受到其實無比嘅活力同埋興奮。邊一個部分你曾經抵制嘅呢？邊一個部分曾經沉睡？邊一個部分你曾經覺得難以駕馭或者被你忽略嘅呢？又有邊一個部分你毫無保留咁完全接受咗啦，但係就將佢視為你唯一嘅部分呢？只要你留意，每一個人都會發現自己可能係獨一無二嘅，但係人與人之間亦都會有某啲嘅相似。而家睇下你嘅身體，想象一下你係一首交響樂曲，你係一件藝術極品。呢個諗法係幾咁令人覺得飄飄然呢？你係獨一無二噶，你唔同任何人，但係你同大家都係一樣，仍舊都係出於同一嘅彩虹嘅生命力。活在神的話語中，經文記載喺馬可福音第10章47至48節。他聽見是拿撒勒的耶穌，就喊着說：大衛的子孫耶穌啊，可憐我吧！有許多人責備他，不許他作聲，他卻越發大聲喊着說：大衛的子孫啊，可憐我吧！舊約裏邊充滿咗好多苦難同埋失敗，但同時亦都見到上帝好多好多嘅應許。瞎子巴底買，佢記住乜嘢係對自己有用嘅應許，佢因為耶和華嘅應許樂上加樂，佢相信大衛嘅子孫必定可以拯救佢，佢亦都相信瞎子的眼必可睜開，聾子的耳必可開通，瘸子必跳躍像鹿，啞巴的舌頭必能歌唱。可以參考以賽亞書35章5至6節嘅經文。讓我哋都學習巴底買捉緊上帝嘅應許，向主呼求。我哋讀經嘅時候可以試下用顏色筆塗喺每一節帶應許嘅經文上面，幫助我哋記住上帝嘅應許，帶住信心向主去祈求，在信心裏禱告。讓我哋一同去祈禱。主，我哋多謝你，當你感覺好似呢位瞎子咁無力謀生，做晒所有嘢都好似見唔到果效嘅時候，我哋甚至處於一個徒勞無功嘅光景當中。喺呢個時候，讓我哋轉個頭嚟到去仰望你，誠心仰望你自己嘅憐憫，因為你必定為我哋去成就一切，超過我哋所求所想。你一定讓我哋去經歷，祈求就給我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我們開門。我哋禱告係奉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而求，誠心所願。與信徒相通，而家有邊個喺苦難之中呢？呢個或許就係你要憐憫同埋服侍嘅對象。又有邊個喺困厄之中呢？呢個亦都係需要你伸出援手為佢代禱嘅時候。向世人作見證，一個善良嘅心係經過不斷嘅實踐而培養而成為生命中嘅一部分。
基督徒嘅善心應該好似光咁照喺人前，榮耀神，服侍他人。倘若天父俾你見到教會現時嘅缺乏，喺呢個時候，並唔係要求人哋去做啲乜嘢，乃係諗下自己可以為教會做啲乜嘢呢？瞎子識得抓住機會，不顧攔阻，直言求救。今日嘅我哋呢，係咪仍然將個頭埋喺洞裏邊呢？我哋應該抬起頭，向主去呼求，因為我哋知道主必垂聽。而家就獻上你嘅禱告啦。